大家好，我是澳洲代表罗丁仪，会当代表澳洲来台湾，我感觉非常荣幸。伫台湾这3年，我看见台湾的丰富多元，感受着台湾人的坚强、温暖、甲热情，大家互相交陪，咱是足好的朋友。虽然面对不少挑战，不过澳台之间的关系确实比早搁较密、搁较密切。咱拢正当民主价值，有真丰富的原住民历史、文化，开放多元的社会，嘛为印太地区的和平、稳定、甲兴旺做伙打拼。咱的心理往来长期互相相挺，有真济频繁的合作、甲交流。咱之间深刻的友情，互咱的文化搁较丰富，嘛互咱搁较有力量，会当做伙面对挑战，互社会经济搁较好，大家幸福快乐。台湾有足水的风景甲风俗特色，我嘛看到台湾加困难。伫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成就，互人学落较会踏实。这个成果拢正值伫做世界的模范。虽然我都要离开台湾啊，但是我甲恁是永远的好朋友。台湾会永远伫我心肝底。多谢大家，咱有缘再相会。